来，乡亲啊，咱就煞来看这个行政院的院长甲副院长，今仔日嘛分两路去看农业的灾情。院长倒营台是到云林、嘉义甲台南，若副院长郑丽君是到宜兰。行政院讲将提供予受灾的农民天然灾害的贷款半年免利息，而且来简化掉补助申请的流程，将款来认定，希望甲农民的损失降到上低。 从安家个地步啊，徛伫参画片视察灾损的情形。开辟风台真无简单离开，淹过引进的西南气流带来大雨。行政院长倒英台启动勘测行程，第一站台南客家。2、3天之内下了全国1年的雨量，在什么样的排水系统都很难适应。 透风大雨，农民拍拼心血，拢学有气。根据行政院统计，目前全台湾的农业损害已经超过3亿6千万的新台币。行政院也提出方案，目标就是要将农民的损失降到上低。农业的天然灾害的贷款是半年的免息，我们昨天已经做初步的决定，那今天在这里正式的宣布，简化各种的流程，让大家尽量能够方便，减少 最大的损失。除了加卖补助，嘛请国防部以及各地政府派人力投入后续灾后的重建。除了院长前进云嘉南，副院长郑丽君是来到宜兰。到帮忙一下，无问题。咱这两批吼拢了去啊，即摆咱大生长期。辛苦种的西瓜，拢总予大水浸甲烂去。郑丽君也答应民众将会尽力提供帮助。 后续的病虫害，卖请农业部协助防治，真无简单，当过风台，也毋过加强恢复的挑战，才拄要开始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